楚門的世界係由 Jim Carrey 主演，喺1998年上映嘅電影。內容係講述 Jim Carrey 飾演嘅一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嘅平凡到不能再平凡嘅打工仔 Truman， 生活喺一個以佢為主演嘅熒幕世界。但係佢就一直都唔知道㗎喎，直到有一日偶爾遇到自己已經過咗身嘅父親 Truman， 開始懷疑自己嘅生活。再加上諗翻起佢嘅初戀所講嘅說話 ，Truman 開始恐懼，並且想逃離呢一度嘅一切。雖然呢一個係以大舞台為基礎建立嘅小鎮，但係我哋嘅世界或者都係一個大舞台，只不過舞台劇嘅導演可能係背後嘅一啲神秘組織。大家好，我係欣欣，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。今日我哋嚟講一講世界舞台嘅策劃者之一——共濟會 （Freemasonry）。今日視頻內容嘅素材呢，係我之前喺倫敦拍攝嘅，咁我亦都有去到倫敦嘅共濟會博物館嗰度影嘅。咁前面呢，亦都係博物館入邊嘅一啲素材內容啦。拍攝嘅技巧唔得，希望大家見諒啦。提起共濟會，大家會諗到嘅係美金上面嘅眼啦，定抑或係美國國父華盛頓呢？定抑或係英國首相丘吉爾呢？定抑或係我哋嘅柯南嘅偶像福爾摩斯嘅作者柯南道爾呢？By the way， 仲有一個喺美國系列中提到嘅發明避雷針嘅人 Benjamin Franklin， 佢都係共濟會成員嚟嘅喎。共濟會係一個歷史悠久嘅兄弟會組織，起源於中世紀後期嘅石匠行業工會。佢從成立就開始強調道德同埋精神層面上嘅升華。咁點解佢會咁神秘嘅呢？其實原因好簡單嘅啫，就因為佢太低調、太古老，亦都太有影響力。早期嘅歐洲社會有好重嘅階級觀念，只有貴族、學者、工匠中嘅精英先可以接觸到呢一類嘅會所。呢啲人本身就掌握住知識，尤其係數學、物理、文化同埋建築學。所以我哋而家睇到嘅共濟會嘅象徵尺同埋圓規，唔單止係代表共濟會推崇幾何學，推崇神就係大建築師，亦都係去傳達一啲道理同埋人生哲理。例如尺就係代表人生嘅衡量，圓規就係代表節制等等。但可惜嘅係呢一啲符號後嚟係俾流行文化去誤讀、誇張、神秘化，逐漸變成可能係喺幕後策劃世界嘅象徵符號。共濟會初期只不過係一種職業工會組織，但係隨住世界被建築所改變，石匠嘅社會階級亦都逐漸上升。好多普通人對參與石匠嘅組織活動感到興趣，所以組織亦都打開咗世界嘅大門。只要對數學、物理、文化同埋建築學有興趣嘅，宣誓之後就可以正式加入佢哋㗎喇。之後因為宗教改革時期嘅文化推進，英國社交模式亦都發生咗一啲微妙嘅變化。英國人開始中意喺外面參加一啲社團嚟結交朋友。所以共濟會就喺倫敦度正式成立。Freemasonry 即係自由石像嘅意思，簡單直白。正因為共濟會距今已經有幾百年嘅歷史，而且成立至今只有精英先可以接觸到，仲有呢一班精英唔係普通嘅精英，簡直就係 top of the top，the best of the best。難怪我哋普通人會覺得呢一個組織真係充滿陰謀論。陰謀論中有3個未被證實，但係吹得好行嘅。第一個就係共濟會係建立美聯儲嘅背後組織；第二個係共濟會係幫助美國建國嘅；第三個係共濟會就係影子政府。點解一個英國成立嘅工會組織會有咁黑暗嘅陰謀論呢？仲要有2個都係同美國有關嘅喎。最大可能一嚟就係因為早期嘅歐洲殖民歷史，二嚟美國本身就係喺一個超級複雜嘅歷史背景下建立嘅國家。共濟會作為一個又講幾何、又講建築、又講道德、又講自我提升嘅社團，本身精英就多㗎喇，而且精英通常都係伴隨住身家同埋身價嘅雄厚。
再加上殖民時代，歐洲一船又一船出去探索新嘅世界、新嘅地方。當時一啲知識分子啊、工程師啊、建築師啊，甚至乎係想追求新生活方式嘅人，都帶住知識、帶住金錢，紛紛前往美洲。於是就自然形成咗一個現象，共濟會嘅成員的確好多喺美國早期社會出現。但係共濟會喺美國嘅成員多，唔代表就係操控住美國，反而按邏輯去諗，應該係話早期美國社會嘅知識分子、城市規劃師、文化同埋建築嘅 concept， 本身就係由嗰班受過良好教育又習慣參加社團嘅人去做嘅。而啱啱呢啲又有高學歷、又有學問、又有錢、又中意 social 嘅，都係共濟會嘅 members。結果就變成咗，因為美金上面嘅傳視之眼，所以美聯儲就係同共濟會有關；美國國庫係共濟會嘅 member， 所以美國建國就係同共濟會有關。後嚟更加發展到共濟會就係影子政府。如果我哋理性啲跳出陰謀論去睇睇呢一個組織，你會發現比起陰謀論所講嘅，佢更加似一個教育性、哲學性嘅團體。佢討論嘅唔係點樣去控制呢一個世界，而係點樣去理解呢個世界。不過啦，都市傳說嘅影響力始終都係好大好大。原本共濟會嘅入會條件係：一、大於20歲嘅男性；二、冇犯罪記錄；三、必須有2個共濟會會員介紹；四、只要有信奉嘅神，無論係耶穌、佛祖乜都好。不過呢10年8載，因為共濟會嘅神秘同埋被陰謀論化，導致咗新鮮血液越嚟越少。所以共濟會亦都降低咗佢哋嘅入會門檻，同埋提高咗透明度。例如出現咗首位女性嘅會員。另外，2005年英國國會規定，國會議員必須聲明自己到底係咪共濟會成員。我哋翻前面所講，Truman 喺楚門世界入邊努力去逃離報警，但係現實世界嘅舞台可能未必係陰謀，而係由文化、科學、歷史、宗教、社會結構層層疊出嚟嘅大佈景。而我哋每一個人都喺度尋找緊一個出口，一個理解世界、理解真相、理解自己嘅方向。OK， 今日嘅視頻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我嘅影片，不妨 subscribe、點個 like、comment and share 啦。仲有記得撳埋個鐘仔喎。